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咧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賠率賽馬貼士第77個賽日，6月4日星期三，跑馬地 A 賽道，賽事係9場，開跑時間係1840。另外，機械人貼士嘅最新影片連結已經放咗我哋呢條片嘅片尾，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。第9場嘅2號馬輝煌精英退出競賽，由後備馬小霸王補上。機械人貼士有所更改。第9場2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1號顏色之王，標籤馬膽；1號神希麗人，標籤高基；7號太易穩，標籤小心；5號馬力，標籤小心。機械人提防馬匹有所更改。第9場更改為9號星際快車，電腦級別不利，機械指數89，優勢指數2set，標籤直播。以下呢個環節係今日所有非佔比項目嘅參考資料。第1場最高非佔比馬匹，6號香港精神，標籤小心，佔比16.08。第2匹2號上市魅力，佔比11.89。第3匹9號同寶寶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1.89。第2場最高非佔比馬匹6號妙算奇勝，標籤小心，佔比13.69。第2匹1號中華英雄，佔比11.41。第3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0號飛黃，標籤小心，佔比15.16。第2匹2號皇帝英明，佔比12.99。第3匹11號星火燎原，佔比12.99。第4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號綠色好景，標籤實力，佔比15.01。第2匹12號快樂老窩，標籤直播，佔比12.28。第5場最高非佔比馬匹2號天外迎天，標籤馬膽，佔比27.01。第2匹8號天下寵兒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1.74。第6場最高非佔比馬匹5號風雲武士，標籤實力，佔比18.16。第2匹4號日馳千里，標籤實力，佔比14.34。第7場最高非佔比馬匹2號包裝創新，佔比13.02。第2匹10號紅海勁，標籤古惑，佔比13.02。第8場最高非佔比馬匹9號智勇名區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2.35。第2匹2號信心星，佔比10.06。第3匹5號升價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0.06。第4匹6號久久圍攻，佔比10.06。第9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號神希麗人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6.96。第2匹11號顏色之王，標籤馬膽，佔比13.57。前10最高非佔比嘅馬匹，第5場2號天外迎天，標籤馬膽，佔比27.01。第6場5號風雲武士，標籤實力，佔比18.16。第9場1號神希麗人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6.96。第1場6號香港精神，標籤小心，佔比16.08。第3場10號飛黃，標籤小心，
佔比15.16。第4場1號綠色好景，標籤實力，佔比15.01。第6場4號日馳千里，標籤實力，佔比14.34。第2場6號妙算奇勝，標籤小心，佔比13.69。第9場11號顏色之王，標籤馬膽，佔比13.57。第7場2號包裝創新，佔比13.02。以下嘅環節係今日最低飛佔比嘅20匹馬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異常吹高飛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2號上市魅力，6號香港精神，標籤小心。第2場1號中華英雄，第3場2號皇帝英明，10號飛王，標籤小心。11號星火燎原，第4場6號農民邊影，標籤實力。12號快樂老窩，標籤直播。第5場8號天下寵兒，標籤高基。第6場4號日馳千里，標籤實力。第7場9號春風萬里，10號紅海勁，標籤古惑。第9場1號晨曦麗人，標籤高基。11號顏色之王，標籤馬膽。12號人和家興。異常冷飛佔比嘅馬匹，第3場1號運來五寶，標籤高基。9號有德型。第6場11號勇霸龍。第7場1號廣林福將。7號領航天子，標籤小心。8號海明神驅，標籤古惑。第8場3號不同世界，標籤直播。12號奮鬥心。第9場2號小霸王。3號好有心得。機械博覽區第1場12號喜悅一生。11號皮具大師，標籤實力。1號暴風雷。第2場5號精算謀略。12號駕勢奇葩。3號掌聲，標籤古惑。第3場9號有德型。1號運來五寶，標籤高基。7號贏得爽。第4場10號極速滿貫。2號試跑得。5號至中完美。第5場1號勇威神驅。10號亨氣。4號線路達飛。第6場10號紅愛社。11號勇霸龍。12號嘉應喝彩，標籤小心。第7場10號紅海勁，標籤古惑。12號寶城智星。8號海明神驅，標籤古惑。第8場6號久久圍攻。8號香港神驅，標籤直播。1號馬佬。第9場2號小霸王。3號好有心得。7號太易穩，標籤小心。機械人戰略特別馬膽區第9場11號顏色之王。第5場2號天外迎天。第8場7號迎好威風。精選嘅單棍區第5場8號天下寵兒。2號天外迎天。第8場5號升價。7號迎好威風。第9場1號晨曦麗人。11號顏色之王。2穿3嘅過關區第
第5場2號天外迎天拖，8號天下寵兒，3號號霸王。第1場10號黃金風速拖，9號同寶寶，11號皮具大師。機械人特別行動主力心水第9場11號顏色之王拖，1號神希麗人，7號太易穩，5號馬力。1拖2嘅重心區第9場7號太易穩拖，11號顏色之王，1號神希麗人。第7場7號領航天子拖，5號一支箭，9號春風萬里。1拖3嘅進取區第9場1號神希麗人拖，11號顏色之王，7號太易穩，5號馬力。第1場6號香港精神拖，9號同寶寶，11號皮具大師，2號上市魅力。1拖3嘅搏爆區第2場6號妙算奇勝拖，9號風起雲湧，8號銀火箭，12號駕勢奇葩。第9場11號顏色之王拖，2號小霸王，9號星際快車，10號勇敢巨星。唉，開心嘅時間真係過得快。今日嘅賽馬貼士已經到咗尾聲啦，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可以馬上通知你啦。咁就係對我哋嘅最大支持啦。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 YouTube 搜尋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咁麻煩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馬迷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